这广告传单，看看还无收起来，我就等掉啦，等掉啦。袂使等掉啦，这才用呢。我就要凹这个抓起啊，有无？我开始教啊，好你要看详细吼。啊，阿嬷，你搁闭啥梦啦？要买物件哦？无啦，这早就要买，还袂过年诶。阮囝哦，迄传单啊，这广告传单，看看还无收起来，我就等掉啦，等掉啦。袂使等掉啦，这才用呢。我甲你讲，我安尼收起来吼，我就要凹这个抓起啊，有无？哦，这我知，较早阮妈妈有用这。我甲你讲，这种好用的呢，会使当粪扫。你要学无？啊，毋过我袂晓做呢。平常时啊，你对我无好，但是吼，我这个人较有度量人，我来甲你教一个吼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哦，这些用电脑的呀。我会紧紧的抱住这个女孩子，跟她说哦哦。我爱你。哦，哎，那袂歹第二个部分。还可以。啊，还是进前的以前的时阵啊。导演有没有什么需要我要改进的，我都可以改进。你觉得你是一个中国人吗？哦，是讲问这个问题哦。我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。啊，隔壁的人拢无要讲的呢。啊，这段是啥？哎呦，你伫遐偷来暗去啊！啊，偷食哦，互因某掠着啊，掠着啊！这我靠电话要错啊，我要出来。啊，这出是毋是咧讲迄台湾的演员去迄中国发展的故事啊？哦，真正是迄疫情的时阵呢，啊，搁要开会啊，这侪会要开哦。哦，伊发烧啊呢，啊搞伊发烧啊呢，你一定要救我，我安怎啦？想就袂用的哦。啊隔壁迄个是因头家啊，我刚会当用这内面的物件。内底迄物件是啥物？迄钱哦。有代志慢慢讲，到底安怎啦？我着标啊，我38度。啊，伊着标呢。等下你着要过来，把我检真正发烧袂做迄快筛啊。记性啦，第一，哦，你手。这水的名叫天时地利好吼。我甲你讲，咱早有一个电影叫做《天时地利好》。是同款的吗？我听讲迄导演啊，就是因为以早的电影，和这个名。要做这道。迄个年代吼，以早年代啊，有足侪台语电影，拢足好看的。啊，这水的名吼，那是就是为迄他无遮尔伟大啦。无阿嬷，电视敢有好看啊？有啊，好看啊。你真正古镜头拢改袂了呢。安那啦？一改无代志，做甲一半在看电视。这多好看呢！哦，最近迄啊，电视电影拢足好看，爱去看。哦，用这阿吼。嬷，啥物款的纸拢会使哦？袂使，你爱拣一个吼，爱是安尼长度型的。哦。我开始教啊好，你要看详细吼，安尼吼，先安尼对凹起来吼。对凹起来。这两边爱坐哦，哦，这个凹一解，安尼。凹两解就对。嘿，两解安尼，好，过来吼，你安尼为中间，中间安尼给拍，安尼凹安尼，安尼，会晓无？应该是会晓啦。安尼吼，好，哇，另外一边嘛是同款的动作吼，同款吼，也是家安尼凹起，安尼，哦，你看吼，这个线，爱坐哦，哦，安尼哦，好，安尼拍开，你两边都凹好啊吼，拍开，嘿，好，遮开始凹一个，安尼，好，同款做四解。四边第拢爱二就对。解嘿，第三解，安尼凹起来，好，最后一解，好，安尼吼，好，重点来啊，上落尾啊，安尼凹起来，好，另外一边嘛甲伊凹起来，好啊，你看这紧诶，
安尼就好啊。嘿，你就会使甲伊拍开啊！你要等笨熟啊，等啥物物件、卫生纸、啥物用料啊，安尼放伫桌顶安尼，大家拢会使做伙用。阿嬷，我想讲哦，你以后会当出一本册，甲你甲大家物件拢写入去册内底。我出题哦。嘿啊，安尼吼留一寡物件互你子孙啦。哦，安尼哦，你要帮我出啊？看看有人要出，有人要帮我出无安尼啦？啊，嘛是会使啦。我你甲观众朋友呼吁一下，哦，大家吼会使找我来出册吼。哦，阿嬷的智慧啦。哦，翕相的时间，阿嬷。好，安尼嘛会使做无啊？哎呦！阿嬷，你就是放屁。无哦，像放屁的声。人家 baby 有 echo 呢，阿嬷。走三关。有 echo 呢，这面腔好用呢，会使写字，搁会使写面，佫会使食泡面咧。搁会使唱歌。好，莫去试验吼，切切吃吃吃吃吃吃。